伫地哦，相反呢，由为学校过暑假呢来规划特色课程，也算结合当地的文化，发展人文教育，有为人人的特色。中华人成功国小师范分校本来是爱废校的，不过因为保留的客家开斋时有传承客家文化的意义，在地方乡亲同校委会的争取下保留下来。接下来我带大家去看，来到个草 TV 所谓小学校有乜嘅个奇妙嘅绘画课程，所以呢有很用呢对亚地辈快乐嘅学习。在罗家当树下练塔了，也是苗栗日五府国小嘅休闲活动之一。大家其中都特别喜爱写书法，集群太自然，大嘴鼓游戏也练塔了，心情都特别好。这个学校很漂亮，而且在这边读书没什么压力，所以我很喜欢这间学校。慢慢把它剥开来，好像来做完了，一点点水。苗栗土二3日发达，学校朝老菜体文化结合，老学生儿带起绕床，进行对做，学习图表面变作立体，咪好多很卡多嘞。本身嘅读书，它有趣味，做得好，读一生嘢就唔会吃到暗缺嘅事情哈。动书落个大鼓，小朋友所注心嘅客家开嘴四吹，表演到动身法。本来而本人会搞嘅中华人新公国小戏盘分教，未认为客家开嘴是两只特色本保留下来。成日呢都认真学习，未认为安用起到动沙皮。我打武术是从2年级开始练的，从3年级就开始学。那你觉得学这个会不会很辛苦？不会。也大部嘅成人呢，平常时很会练खे武术、客家四吹、传统嘅客家文化都适合教读，当进心中。高速国小未动身起，给全台湾罕见嘅通案控教。如果吞那个手给打开来，添饭一粒粒存过去，还有是在训练你的头脑反应。係用數學，用很多組合，用組合原理嚟解排列，無論係音樂、傳統技藝，亦係重新嘅課程。你看到嗰隻體系嘅小學，都三萬清楚學教老師嘅特色，還看老記到全力強化老英文當機，希望未來開出很較大眼嘅學習成績。客家新聞綜合報道。